我是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9，旧历的3月18，礼拜四。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公布，今仔日国内增加3例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这3例其中有2例是本土病例，有1例是调查中的确定病例。那这2例本土病例，一个是机场防疫旅馆的员工，一个是按1078迄位技师做伙大的家属。那这个调查中的病例，嘛是航空公司的技师。另外新增2例本土的案例，那1例调查中的 COVID-19 的确定的病例。那这2例的本土大概第1例我们是1120是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这次我们在今天早上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像旅社里面进行净空那主要是因为这一名是机场防疫旅馆的员工他没有出国史，那在他工作项目是检查房间的清洁，那有时候协助机组人员购买物品及送备品，那工作期间有戴口罩及手套。那他其实在症状出现的很早他其实4月17号陆续出现咳嗽、流鼻水、食欲不振等呼吸的症状，并约4月19日至4月26日大概有3次在诊所就医因为症状没有改善，4月27日到医院就医，那诊断有肺炎。那收治住院隔离并采检，那今日确诊，那 CT 值21，血清抗体 IgM、IgG 皆为阳性。那1120独居未与家人同住，那掌握的初步接触者107人，包括友人、职场接触者及就医接触者。其中4人列为居家隔离，103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那当持续调查个案活动史及接触者匡列所有的可能的接触者我想这疫调还要持续在进行。那所以在防疫旅馆的员工确诊所以我们将召回旅馆所有的员工进行采检。那目前针对住宿于该旅馆的人员，今日全数安排至集中检疫所。那另已采检39件该件的环境的检体。那另外1例1121为本国籍的40多岁女性，为按1078的同住家人那4月20日起列为居家隔离接触者，并采检。那时候采检是阴性。那个案4月27日因为出现胸闷呼吸困难，所以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那今日确诊 CT 值18。那有个案发病前2天为居家隔离期，未与他人接触，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另外1078的接触者中截至目前除1121发病确诊外，其他家人及职场接触者共28人的检验皆为阴性。那另外1122为本国籍50多岁的男性这位是我们1例调查中没有定义是本土还是，因为他是也是航空公司的机师。那4月2日至4月9日曾执行到美国，返台后以防疫旅馆检日至4月15日期间没有症状，检疫期满的结果是阴性。然后4月19日再次执行到美国，4月24日至美国经日本返台，4月25日入境回居家检疫，4月27日就出现喉咙痛及发烧的症状，那安排就医采检，那今日确诊 CT 值21，那掌握个案同住的接触者1人列为居家隔离。华航的技师探这个染疫的风暴继续来探烧，到即卖已经有9个技师、3个血清抗体阳性，甲4位技师的家属来确诊。另外，今仔日嘛有2例境外输入的病例，分别为菲律宾甲墨西哥来入境。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7121例，12个人死亡。